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係廚房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。飯廳嘅位置可以放個2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可以放梳化。前邊就有個露台，可以睇到大圍嘅景觀。洗手間係名廁，有洗衣機同燙衫板，魚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主人房呢邊可以放雙人床，前邊有個工作平台，對住係大圍嘅市景，非常開揚。另外一個房間，開門才之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都係大圍嘅市景。